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今年第2个风台生成了。气象局讲，轻度风台苏力基已经来形成，上紧后礼拜2就会来转北平，对台湾并无直接的影响。就算会增强为强度的风台，对中南部的打花嘛无上大的帮助。今仔日开始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。 北部的高温是做一个落降10度以上，从无到20度。拜六进前，包括北部、东部甲屏东，这个雨会落咧停咧，落咧停咧，出门都要扎雨伞。 前几天啊，天气要是真好，那热天同款，想要到过一暝，阁爱穿长袖的外套。日头互东北季风赶走，14号开始，北部阁要变做又阁湿又阁凉的天气。未来1周其实都还是东北季风影响天气形态。在星期6以前，这波东北季风是带来比较多的水汽。星期天会有另一波东北季风增强，会比较干一些些。下礼拜1的时候，低温部分会比今天清晨再降一些些。冷空气拜3到位，北部高温敢若剩19度，比前一天降10到11度。东北部高温敢若22度，东部25度，东南部较温暖有28度。中南部也是较烧热，高温有望有30度以上。拜六进前，风头面的地区嘛开始落雨，不过同一个时间阁有风台。今年第2号风台苏力基离台湾阁有2000多公里，路线对北北西来行。上紧20号会提早外北平，加上海温真悬，对风台的发展真有利，有机会变做强度风台，不过未接近台湾。 其实这样的路径，如果一直维持东北季风的形态，会让中南部地区还是属于东北季风的背风面。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就是降雨的几率是很低的。自其他国家预测来看，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，拢认为苏力基会提早外北平离开台湾。看起来想要毋望这个风台伫中南部落雨真无希望，敢若会使毋望5月份的梅雨季赶紧到。